煉靈的奇妙秘密。伊萬諾修女訪問瑪利亞閃馬第5集。戀態者嘅靈魂，例如性變態嘅人，有冇曾經咁去探訪過你呀？有啊，佢哋並冇喪亡，不過佢哋嘅潔淨時期就會好長咯。同性戀啦，真嘅係嚟自邪魔㗎。你對同性戀或者同性戀傾向嘅人有啲乜嘢忠告啊？多啲祈禱啊，求主賜力量佢哋去克服同性戀。佢哋應該特別向聖彌額爾大天使祈禱啊！佢係戰勝魔鬼最佳嘅戰士。乜嘢心態係可以使人永遠喪亡落地獄㗎？當靈魂唔願意走向天主，當佢哋認真講話我唔願意嘅時候咯。瑪利亞，多謝你澄清咗我哋嘅疑問啊！關於有啲咩人要落地獄，喺呢個問題上邊，我曾經都請教過 Victor 維斯加，佢係默主哥耶嘅神視者之一，佢見過地獄，佢亦都講過，只有嗰啲想去地獄嘅人先至會去地獄㗎，唔係天主要人去地獄㗎。相反，佢係救世主，佢懇求靈魂接受佢嘅慈悲。耶穌亦都提及過嗰啲唔可以赦免嘅罪，嗰啲褻瀆聖神嘅罪，就係喺全知完全清晰嘅情況底下，絕對拒絕天主嘅慈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喺關於慈悲嘅教皇通諭裏面，亦都解釋得好清楚。為有喪亡危機嘅靈魂祈禱係有好大嘅幫助㗎。瑪利亞，有冇一啲例子可以證明呢一點呢？有一日喺火車嘅車廂裏面，有一個人唔停咁樣去講教會、講司鐸，甚至係講天主嘅壞話。我對佢講：嗱，你聽住，你冇權利咁樣講呢啲說話㗎。你係唔啱㗎。佢對我大發雷霆，之後我就到咗站，落咗火車，對天主咁話：主啊，唔好讓呢個靈魂喪亡啊！好多年之後，呢個人嘅靈魂返嚟揾我，佢話俾我聽，佢幾乎要落地獄，淨係因為我當年為佢祈禱拯救咗佢。係啊，真係不可思議啊！只不過係一瞬間嘅思念，一點嘅心意，一句簡單嘅祈禱，竟然可以免去一個人落地獄。驕傲係使人落地獄㗎，固執咁對主話唔好，使人落地獄。我哋嘅祈禱可以使臨終者發出謙虛嘅行為，無論點樣嘅微小，轉瞬間嘅謙虛態度，有助於免下地獄。雖然係咁，不過瑪利亞，呢個仍然係難以置信嘅。臨終嘅時候，當人見過天主之後，佢又點樣可以對天主講話唔要呢？例如曾經有一個人對我咁話，佢唔願意上天堂，係為乜嘢呢？因為佢話天主接受唔公平嘅事。我就對佢咁話，係人唔公平，唔係天主啊。佢反而話，我希望死後唔好見到天主。如果我見到天主，我一定會用斧頭劈死佢。佢對天主懷有深恨。天主賜俾人自由嘅意志，佢想每一個人去自由嘅選擇。縱然一生都活喺黑暗裏面，天主會賜俾每一個人在世嘅時候或者係臨終嘅時候足夠嘅恩寵去悔改歸依。倘若
人能夠誠心誠意咁求天主寬恕嘅話，佢一定會得救㗎。耶穌講過，富人係難以進入天堂嘅。咁你有冇見過呢啲例子啊？見過。然而佢哋如果能夠做好事，實踐愛德，佢哋亦都可以好似貧窮人一樣升上天堂㗎。瑪利亞，現在還有冇年齡嚟探訪你啊？有㗎，大約每個星期2、3次啦。真係㗎？你對通靈術，例如招魂啊、碟仙啊呢啲，你有啲咩見解啊？呢啲全部都係唔好嘅，都係邪惡嘅，係魔鬼使到台上面嘅碟移動㗎嘛。重複提及下呢一啲事嘅重要性，眾人都需要認真咁聽下，因為現今嘅社會裏面，呢種荒謬嘅做法，通靈術越嚟越普通，已達到危險嘅程度。你現在同亡魂嘅溝通同埋通靈術有咩分別呢？我哋唔應該招靈魂上嚟㗎，我並冇邀請佢哋嚟㗎，而係通靈嘅人去招靈。呢度肯定有明顯嘅分別。我哋應該嚴肅咁對待呢一個話題。如果眾人只肯相信我所講其中嘅一件事，我希望佢哋能夠相信嘅係呢一件事。行使通靈術嘅人，例如移動台啊、碟啊等等，以為自己只係招亡者嘅靈魂。其實如果有回應嘅話，一定係撒旦同埋佢嘅使者、墮落嘅天使回應你嘅召喚。通靈嘅人、占卜者、巫師等等所做嘅，對自己亦都揾佢哋幫助嘅人有好大嘅危險㗎。佢哋滿口謊言，係唔準，絕對唔準招亡魂嘅。我自己從來冇咁樣做過，現在都唔會，永遠唔會咁樣去做。只有天主可以允許靈魂嚟到我面前顯現。當然，撒旦能夠模仿所有從天主嚟嘅事，而佢亦都會經常模仿。佢可以學亡者嘅聲音，亦都能夠以亡者嘅樣貌顯現。不過呢一種顯靈全部都係嚟自於撒旦嘅。唔好忘記，撒旦都可以治療㗎，只不過呢一種治療係短暫嘅。你曾經被呢啲假嘅顯現欺騙過嗎？例如魔鬼扮年齡嚟揾你呢？有啊，有過一次，一個年齡嚟話俾我聽，唔好接受喺我之後嚟揾你嘅嗰個年齡嘅要求，因為佢會要你受好多苦，係你唔能夠忍受㗎，你唔可能做到佢嘅要求。我因為咁而好苦惱，因為我記得我嘅堂區司鐸勸告過我，應該慷慨咁接受每一個靈魂。我因為應唔應該聽命而去煩惱，於是我就對自己咁話，或者呢個係魔鬼，唔係煉靈，係魔鬼假扮㗎嗎？我就對嗰個靈魂咁講，如果你係魔鬼，快啲離開。佢就立即大叫咗一聲，就離開咗啦。其實嗰啲跟住佢嚟嘅靈魂的確係需要我嘅幫助，聽到佢所講嘅說話實在係好重要啊。當魔鬼顯現嘅時候，聖水能唔能夠趕佢哋走㗎？聖水係會使佢哋不安，可以令佢哋立即逃走㗎。瑪利亞，因為你到處咁演講啦，同埋你都寫好多書啊，你喺全歐洲，尤其係喺德國同埋奧地利，你好出名啊。為乜嘢喺呢個咁短嘅時間裏面，眾人都可以接受到你超自然嘅經歷為可信嘅呢？呢個係因為呢啲靈魂叫我通知佢哋嘅屋企人。
交還返佢哋以不誠實嘅手段而獲得嘅東西，所以佢哋知道我所講嘅都係真嘅。訪問到而家，瑪利亞又再舉咗幾個見證。喺呢本小冊子裏面，真係唔能夠詳細咁樣記錄。靈魂嚟到揾佢咁話，去邊一個村莊揾我嘅屋企人。瑪利亞並唔認識佢哋，同我爸爸講，我嘅兒子或者我嘅兄弟講，將我以不誠實嘅手段得嚟嘅某一啲嘅產業，或者係某一啲數量嘅金錢還返俾某一個人。當呢啲東西物歸原主之後，我就可以脫離煉獄啦。瑪利亞會知道嗰啲田地嘅詳情同埋金錢嘅準確數目，家人都會因為佢知道嗰啲細節而驚訝，因為甚至家人亦都唔知道呢啲財產係以不誠實嘅手段獲取返嚟嘅。正係因為咁，瑪利亞就咁聞名啦。瑪利亞，你所擁有嘅天賦神恩，使你能夠同煉靈溝通，呢個神恩係咪教會所承認㗎？我嘅主教同我講，只要係冇神學上邊嘅錯謬，我可以繼續嘅。我獲得咗佢嘅批准，我嘅本堂司鐸亦都係我嘅神師，亦都肯定咗主教嘅講法。恕我出言不慎，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為煉靈做咗咁多好事，當你死嘅時候，一定會有好多煉靈帶你上天堂啦。我估你肯定唔需要經過煉獄啦，係咪啊？我又唔相信我可以直上天堂嘅，因為被光照得越多，知道得越多，我嘅缺點亦都會變得更加嚴重。不過我還係希望咁多嘅煉靈能夠幫助我上天堂啦。肯定會啦，你享受咗咁多神恩啊嘛。或者你會唔會認為煉靈嘅無數要求係艱苦嘅重擔啊？唔會，我唔會諗有冇艱難，我只係諗住我可唔可以幫到佢哋。我好樂意去幫助有需要嘅靈魂㗎。瑪利亞，我代表所有嘅讀者感謝你嘅美好嘅見證。容許我問多最後一個問題啊，可唔可以請你講一講你自己啊？好使我哋能夠更深刻咁樣認識你啊。我從小就已經想入修院，我唔想結婚，媽媽就叫我等到20歲先至做呢個決定。佢時時都講述我關於煉靈嘅事。返學嘅時候，煉靈已經俾我好多嘅幫忙。我於是對自己講，我要回報佢哋。完成咗學業之後，我曾經考慮過入修道院。我入咗聖心修院，但係佢哋話我嘅身體健康唔好，唔適合留喺修院裏面。喺我童年嘅時候，我曾經患過肺炎同埋胸膜炎，修會嘅長上確定咗我有聖召，佢勸我多等幾年，入去一所比較冇咁嚴謹嘅修會，我就希望可以立即入神修院啦。我再次咁嘗試咗2次之後，結果總係一樣，我嘅身體健康太差。我於是對自己咁話，入修院唔係天主嘅旨意。我亦都因為感受咗好大嘅精神痛苦。我對自己咁講，上主冇講明佢要我做乜嘢，佢要我等咗8年，到咗25歲嘅時候，佢先至交俾我為煉靈嘅工作。我嘅屋企，我有8個兄弟姊妹。我自從15歲開始，我就喺自己屋企嘅農場工作。之後我去咗德國，喺一個農莊裏面做工人。再後我就去咗桑德嘅一個農莊裏面工作。自從25歲，煉靈就開始嚟揾我。我為咗佢哋受咗好多苦。喺而家，我嘅身體已經比較好咗啲啦。現在我哋先喺呢一度暫停一下，
讓大家喺剛才聽到嘅內容裏面去消化同埋思考一下。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